再来看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仔是邀请卫生福利部针对重大的食安事件来进行检讨报告。那也立委是讲哦，即马有真侪民众定情讲哦，因拢唔敢食鸡仔条，所以有店家的生理是真歹，所以要求卫福部赶紧调查好清楚。公卫专家何必向是表示讲，即届引起美加群生的唐菖蒲伯克氏菌哦，伫台湾是头一届发生。伊怀疑讲，这个细菌是对中国未来台湾。也毋过部长试水员是认为这无啥可能。宝林地烧食物中毒案件继续滚加，而且又调发现真侪个案是食鸡仔条河粉才出现症状，相关单位也在调查当中。啊，毋过有立委表示，已经接到未少定情的电话，要求卫福部赶紧调查清楚原因。啊，若无不只是民众唔敢食鸡仔条，业者生理也是头。学校也可以不用进吗？民众可以安心吃吗？在原因还没有查出来之前，大致上并不会有就是说并不是有那么风险。所以部长觉得风险不高。风险不高。因为现在另外，有立委认为，食安爱靠地方卫生局做第一线把关，啊，毋过连首都台北市的家查人力拢无够，也招不满，呼吁中央挹注地方经费。每一个地方都不够人，台北市的离职率甚至高达36%。想问一下，卫福部或是食药署有没有针对这方面有所因应呢？另外，进前公卫专家何美香表示，这摆中毒案件，美加棍生病原体已经在中国定根，台湾是第一摆发生案例，怀疑是为中国捞入台湾。试水员认为无介可能。一个毒素漂洋过海来的话，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它不是。这一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单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因为国内连续发生苏丹红、宝林地烧等重大食安事件，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特别在5日空上阵，内阁变动也真受外界关心。风社包含卫福部、交通部等首长，拢被列入留校查看的名单。试水员明白表示，这个问题伊未回答。记者综合报道。